大家好，澳門市韓國天團 BigBang 隊長權志龍 GD 5月2號喺澳門演出，當日佢着上一件印有黑人肖像嘅長背心，有網民發現佢背心上印有荷蘭語文字具爭議性，該字眼現今多被視為帶有種族歧視同侮辱性嘅意思。事件曝光之後，GD 即被網友鬧爆，唔少海外粉絲湧入 GD 社交網留言，要求本人或者公司解釋。對此，GD 所屬公司喺5月4號發正式聲明，表示對於藝人喺演出服裝中包含社會文化上不適當嘅文字，致上最誠摯嘅歉意。公司強調，透過呢一次事件，已經再次意識到更細膩嘅文化敏感度同負責任審核嘅重要性。未來將針對包括造型在內嘅內部檢查與確認流程進行更嚴謹嘅檢視與改善，並以更加慎重嘅標準運作。但就有網民指出，早喺20年前 GD 就着過一樣嘅背心，而且佢當時已經同樣被鬧到飛起，但似乎未有反省。